文心兰开花的时节，如像一群过热情的小妹提跳舞，故所有很多跳舞兰。屏东昨天出的几多文心兰，当年产量有8万头，我受日本贵受欢迎。昨天花卉产销第3班，去年韩国系高品文心兰出口日本千多位。班长陈文群吞下来的成分之，一等人拿出军人出事的两套本等，一等人用数据分析管理本身受班的花农，如果好嘅生产行业，文心兰每天昨天跳出韩国大年相应嘅演舞曲。做花农就提兰花园囤时间比赛，摘下一支支开花的文心兰黄色小花。这样头因为伊个露水啊个伊本身那个养分啊全部含集中伫个花朵上，花蕊上面呐。你都日头会出来噶，个水分会蒸发，个花看起来就较无安详。伊讲这话下开花的文心兰，经往常年改定一下，因为文心兰的用的，佢从亲长的小麦叶做个太蓬裙，喺风中跳舞，佢有军面的用的，嗰所以含有一个清好糖的名的按做跳舞兰。为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上的时节，文心兰做得呈现最老的用的，花开到8上，花农就爱摘下来。我主要想进来啦，冇摘到嘅冇啦，跟你。冇8分开啊摘起来看起来都冇安详啊！有8分开啊，看起来安尼整体的感觉就较丰盛啊呢。摘下来的文心兰10分钟就会水浸水，也系延长文心兰观赏期的世界口。大部分文心兰如系外销日本，嗰所米嘅保鲜的动作如系确实做好。也系日本市场的文心兰有9成如系台湾呢。昨天花卉产销第3班，去年韩国系拿下嘅高品文心兰出口日本的销售冠军。我们一开始大概用了2个政策第一个部分是我们用了一个跟贸易商做一个买断的策略，这个买断策略以后，让我们农民就有一个比较一个稳定的价格。这个稳定的价格出来以后，我们第2个政策就是无限量收购，因为一开始我们有这个稳定的价格以后，农民只要专心生产它的花卉，这个部分等于是我们无限量由贸易商来帮我们承购。这样子2个基础之下呢，很快的我们的生产量就变成全国的一个第一文心兰算系高经济价值的花卉，生产的米嘅高产路轻重要，对种下叶时节开始就做唔得青菜。像个石头的要种咩全部要设动枪出来，做唔得有奶，因为个兰花个刺根呢，做唔得有奶粉的，有奶粉的佢头会面贴，个呢根会唔会发得出的安尼啊。种迄阵个做较生意做个侧芽一定要向南，因为个就是自然生态嘛它就是往有阳光的地方垂泰，所以说你种的时候跟呢。个侧芽一定要往南边方向。文心兰唔但抢南埔有种埔也算种改道。文心兰5、6月同90月都系睇出的时节。我昨天花卉产销班有天时行嘅先天优势，本文心兰喺寒天如限做得生长开花，同时散花期还比其他地区韩国早，买到韩国好嘅家私。然后我们的优势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光现在虽然是我们1月份到处都很冷但是我们在屏东这个地方阳光还是非常充足，所以像以现在来讲，中部可能有花，但是因为太冷开不出来，但是南部因为我们阳光的关系，我们还是有花所以南部的优势就是在于说，我们在这些低温的季节，我们还是有花。除了一般的南西品种，yen内度也有种日本东京研发的内蒙绿文心兰，假使韩国好。我睇在批个里后，就喺韩国用心，要多加1层苗的控制光合保护土。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日本它纬度比较高，所以你到我们台湾来种的时候呢，我们的光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园子里面我们有一个光控的2层网。
哦，我们透过光控2层网来控制它的光合的那个饱和度的问题哈，让整个植株来讲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生产的要求的品质。文心兰厝的栽培管理、保鲜处理的技术也真重要。文心兰对严厉度摘下来过后，送到湿货仓分级整理过后，米基法如何先进到保鲜一定度。等于说它这么一吸饱以后，它的保鲜管消耗会比较少。哦，没有啊，你10天的话，那保鲜管的水都被你吸光了。安尼的保鲜技术，本文心兰外销日本，对空运变做海运，米基法做得上下5亿元的管销费用，增加花农的收入。产销班长陈文群係文心兰外销重要推动的人。16年前，伊对屏东空运宗教退伍，开始加入文心兰的产业。佢從事激烈的伊，請加入屯高屏的花農協拍起來。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文心兰在推动外销日本的市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高屏2县有18个乡镇的花农有76个人，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在我们竹田乡农会来开始推动外销。所以在民国86年那一年，我们的产量是974540只，占全国总出口量的1/4。所以从那个时候在86年的时候，我们就把竹田文心兰把它打出一个响亮的名号出来。陈文群的奶爷陈粉子也回到故乡加入产销班，带入新的管理概念。本书是讲法用数据分析决策好坏，本花农有限过后的生产效益。像一样是种花，我这个后面的有1年只有收入20万的。20万跟将近300万是10几倍的差距就让他们去了解到说，除了是面积的差异以外，我整个在生产效率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再去克服整个让它数字化以后，整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问题在哪个地方。年轻人他们来返乡投这个农业来讲对我们这个以前老一辈的从事农业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都以数据来做推论来做核算了这样的话，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成果所以这个对整个我们产销班我们农业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忙很大的成果这样子。陈文群、陈粉子也2子呀。屯花费产销企业化管理，用精准的数字讲法，本文心兰喺竹田务出慢慢为盐湖区，越跳出越长热越香热。也如係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嘅收看。台中山上天氣民主網嘅19年嘅快速透露，如國土4號聯絡到延伸山上嘅計劃，行政院已經核定嘅，應該是在暑假台三線鳳獅交流道頭沙港設查嘅情形。不過現時政府規劃嘅路線，沙港居民是非常反對。下個禮拜我哋向下去了解，我哋再會。